位通領啊，最近底下嘅弟兄都因為前段時間嘅事，有啲人心惶惶啊，話我哋總兵之中出咗奸細啊，嚴總兵。係。阿 Jo，嗰個趙唔知咩係發生咩事啊？係咪你啲手下嚟㗎？係，佢係一個得力嘅手下嚟嘅。咁佢俾天命國嘅人認為佢係我哋浮游軍嘅奸細，但係其實佢根本上都冇去加入到浮游軍，就咁俾人哋推咗出去。我都覺得好奇怪，因為我哋明明係兵分咗三路，然之後我哋去嘅地方都有人去截擊我哋，即係證明有人將我哋嘅身份暴露咗出去。即係我哋有來嘅。咁你諗住點樣處置啊？既然係你嘅人，咁我就唔過問啦。交俾我處理。咁早些時日，天命國嚴查我第一事，你冇暴露啊嘛？好，咁就好。萬事注意安全。大家咧喺嚟嘅路上有冇遇到啲咩奇怪嘅事啊？有個英華寺俾人屠子啊！死晒啊！而家全家都係。仲有咧，其他人咧有冇遇到啲咩？我親手帶出嚟嘅一個體力動翻。算啦，其實正如頭先阿祖所講，我哋之間有奸細，而呢個奸細我亦都已經知道係邊個，佢都已經嚟到我哋嘅面前。最近發生嘅一切，其實係由我嘅氣。當初被書靈追殺嘅我，係瓊華樹嘅種子，而書靈佢一直都想摧毀瓊華樹，就係為咗毀掉種子，咁樣書中世界就唔再有人覺醒，所以佢先至一直唔放過我。一直追殺我。當初喺天命國嘅時候，我嘅本意係為咗出幾篇瓊華樹言，藉此掩蓋你哋無名者嘅身份。但係估唔到，書靈佢居然探測到當中蘊含嘅世界之力，藉此令嚴清竹威逼諸位交出樹言，探測到我哋嘅行蹤。即係當初係風過風。為咗喚醒我嘅意識，用咗兩塊瓊華樹葉，書靈就可以借此污染。冇錯，污染我。即係其實書靈根本由頭到尾嘅目標都唔係監護者靈體，而係瓊華樹葉，希望可以徹底污染神樹。我曾多次失去意識，被書靈控制。當我醒返嘅時候，我先至發現自己做咗咁多傷天害理嘅事情。當初係佢控制我破開咗英皇寺嘅封印，傷害咗，甚至害死咗係佢控制我攔截咗法令求救嘅信件，令到多一個合作之手。最後，都係我哋一次趕返徐家。當我返到徐家嘅時候，一切都已經開始。我知道，如果我無論講啲乜嘢，都無法獲得諸位嘅原諒，但係，或者諸位相信多我最後一次，將你哋未被污染嘅瓊華樹葉交俾胡光，令胡光幫我淨化當中蘊含嘅毀滅之力。事情之後，我哋會話俾諸位有交代。
咗一卦，真相可能有啲殘酷，希望你哋睇完仲有勇氣繼續行落去啦。